2024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冠军，下晡开队也进行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总统副总统也接见台湾队代表。明仔开始有冷气团热南，拜四到拜六上早暗上低温度可能无到10度，另外流感病例增加12月进入流行期。北港山区人头倒积废弃物咯，目前警方限制环保局追查，也希望环保局补助，装 AI 围篱啊，防止有人搁再乱倒废弃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6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湾呢，家人摕到这2024年的世界12强棒球赛冠军，总统赖清德也指示讲，举办这棒球英雄台湾上勇的英雄大游行，今下晡对凯道出发去到总统府，沿路拢是民众来甲因俄罗赞声，甚至有民众发挥创意，家己做牌啊，要来迎接咱的台湾英雄。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一战全球出名。回国了后，英雄游行，大家穿有台湾字样的帽仔 T 恤，在总教练张浩区的带头之下，台湾挂金牌，欢喜的国旗对凯道公园路口出发。家政妇们在哪里？尖叫声！连线这个时候，如果喊说啊我老婆嘞，应该很多人会看着她吧。替补林家正正手游员着伤保利，甲台湾队长单结线2人共车，呼球迷真少，大声喝休。游员佫摕手机啊记录这个珍贵的时刻。这个棒球英雄台湾上勇大游行，球员28人拢到，教练团、整肃人员、后勤团队、战车队也做伙享受公营。我们家英雄谷特别准备金色的彩花，因为他们拿到金牌嘛。除了在馆前路英雄谷漫天飞舞的金色彩花，要庆祝台湾队夺冠之后，民众呢更手拿国旗以及听台湾应援旗，甚至发挥创意要来迎接我们的台湾英雄。我们自己制作的，花多久时间做？昨天晚上大概3-4个小时，帮所有的台湾英雄加油，谢谢。对，因为他这次的表现很亮眼，所以就有被他圈粉。特地穿陈杰宪的球衣来，陈杰宪也太棒了，超厉害了。我老实讲，其实一开始完全不觉得可以进复赛，然后越打越好，忽然觉得好像有点希望。如果大家是从这一次开始看球的话，以后多多进场支持中华职棒。部分路段除了加设战车站，现场的民众也做花唱、战声曲、台湾上勇，把气氛唱到上高点。俄罗咱的台湾英雄一粒一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12强棒球赛，台湾队摕到冠军。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伫总统府接见台湾队代表，而且有风声讲赖总统有想要甲目前500块的纸票这个图样呢，换作是这届冠军队的意向。央行表示，因会搁再评估。另外，央行也开始规划这12强的冠军纪念碑咯。台湾队以4-0的好成绩成为世界冠军。三军二队打出代表公营的结盟，来迎接台湾英雄。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在总统府接见台湾队的代表。赖总统是一个点名球员，学到因攻守拢有够赞。你们都是台湾之光，也因为有你们，国际社会会看见台湾，知道台湾不是只有半导体，台湾还有棒球。这场胜利阻止了日本的27连胜了。继续往前走，同时呢，也打破了日本国家队连续5000多个日子没有被完封。之前也许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渺小，没有办法让大家看见我叫谁，我是谁。这次真的很谢谢各位教练团，谢谢各位球员以及后勤团队，让世界真的看见了台湾的。往后我们能够抬头挺胸的走向国际的舞台，迎向国际。世界棒球12强，台湾摕到冠军，让全国拢欢喜甲。传出赖总统有想要甲这万500块纸票的图改作这摆冠军队的形象，对在央行讲，若有相关意见会审慎评估。钞票更新这个本来就是各个国家都会做的事情，那如果刚好也遇到台湾钞票要更新，我想那个在钞票内容上面把冠军选手的这个照片或者影像放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当的。纸票要改版是真大的代志，央行伫107年捌估算过，根据迄当阵发行的情形，500块是差不多发行2亿张，因的成本是6.66亿。若是要甲纸票含银角啊拢收转来，至少要开6年的时间，而且成本差不多500亿。即马嘛传出讲，为着要满足球迷的期待，央行已经开始来规划发行12强摕冠军的纪念碑。我在此向听台湾的英雄们致上最高的感谢，我们爱棒球的心超出了极限。
行政院长杜英台中昼宴请国手，除了特别准备世多社的卡片予代表队，嘛承诺讲会投入搁较侪资源，做国家队上坚强的后盾。政府爱做的，毋但是成立运动部，搁要组成搁较好的后勤部队，互选手搁一摆替国家来拼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入秋了，头一阵冷气团明仔载要到位啊。不过今仔日呢，有感觉到这温度开始伫咧降落。玉山的这气象站的镜透早低温降低到零下1.3度，还佫结霜。气象署表示讲，明仔载这冷气团落南，北台湾愈暗愈寒。而过这拜四暗到拜六透早平地早暗呢，上低温度可能是无到10度。玉山铁栏杆顶面结一站霜，气象站人员伫顶面写字，规个气象设备拢能结霜啊！拜二透早，玉山上低温来到零下1.3度，天气冷叽叽。气象署表示，拜三到拜六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早暗上低温可能无到10度。北台湾这边可能就会来到10度，甚至有10度以下局部的低温出现。那在中部及南部这边平地也可能会有11度左右、10度左右的低温出现哦。是不是会阁落雨？气象署表示，拜三大陆冷气团落南，会甲大冷的空气带来台湾。拜三到拜六，台湾拢是大冷无雨的天气形态。这个明天一直到周六，普遍都是晴到多云，比较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气象署特别提醒，拜三开始要特别注意早暗温差变化，尤其是日头落山了后，各地温度会降真济。中南部早暗温差差10度，北部差不多7度。气象署提醒民众，这几日拢是大冷的天气形态，乡亲爱穿好少。记者戴阿轩、谢桂玲台北报道。天气要变冷啊，观众朋友爱注意身体。讲到今年10月以来，已经累积到达有250例这流感的重症，41例死亡，拢是这10年来降低的新高。疾管署表示讲，这礼拜冷气团到位，疫情可能伫咧12月进入到流行期。另外讲到这肠仔病毒疫情也是真罕见，伫咧寒天还佫伫咧流行，这也是8年来头一届会流行到明年。若是细汉囡仔即马感染到肠仔病毒的，共款有国小生、国中生，共款拢变侪咯。头一波大陆冷气团要到啊，气温向向降低，所以流感病毒嘛强要流行。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10月流感季节已经累积250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其中41例死亡，拢创下10年降低的新高。而且死亡个案拢无注流感疫苗，预估12月中下旬就会进入流感流行期。看起来就是说是以没有打疫苗的长者为主，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呼吁这段期间尽速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来。以免就是说秋冬这一波可能预估是 A 型流感会流行的这个疫情，会导致更多的重症跟死亡的发生。那流感疫情升温，肠仔病毒疫情嘛真济。顶礼拜全台湾因为肠仔病毒门急诊就医达到26000多人，比前一礼拜升14.8%。如果疫情高峰会延后，可能伫12月中，一礼拜就医的人次都有3万人次。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感染对象除了细汉囡仔、国小加国中生个案嘛有较济。国小跟国中的学生也有增加这个肠病毒感染的个案，虽然这发烧不是很明显，可是有可能会嘴巴破、喉咙痛、手脚明显的出红疹。疾管署提醒，当季肠仔病毒较罕见，嘛是8年来头一届肠仔病毒流行到跨年，爱到明年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所以会发文予教育部提醒校园内爱过来洗手加消毒。另外嘛，呼吁符合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注射对象，量早注疫苗，降低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加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拄上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今头一个行程就是失去视察这劳法署的北分署，甲基层的同仁加油，而且有提供部长的手机号码，还有 email 福音，或者同仁有一个申诉的管道。洪新汉也表态拒绝这送礼文化，也讲到这前分署长家己用的办公室内面物件安怎放，确实是不适当的。送礼的文化，接下来无论都不该有。我也不吃这一套。为家己做起禁止送礼文化，新任劳动部长洪新汉2日头一个行程就先到劳法署北分署关心基层同仁，嘛宣布非常时期用非常的做法，提供部长的手机电话、email， 和同仁有申诉的管道，一旦直接传达心声，都是反霸凌。我们会还是要把可以反映跟申诉的管道，我们必须把它健全跟完备，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在那之前，在现在这个非常的时期，
那我可能也会需要同仁们的一些提醒。翁新汉嘛取消署内5S 管理比赛，让党员工作有尊严。另外，伊嘛视察前北分署长谢依荣的办公室，坦白讲请假较无适当，对谢依荣要求基层党员爱用走的，翁新汉批评互人无尊严，真离谱，绝对无用稳过发生。去帮他做这些可能他自己觉得的品味上面的各种的维持，我觉得是过当了，甚至包括我也听到接受他要求在分署里面跑步，像这样的事情，我其实听了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也觉得很夸张。针对立法署认列这案的问题，翁新汉表示会尽力向行政院争取原因。那时前，劳动部长柯明春、谢依荣出现涉嫌挪用公款，翁新汉回答专业配合侦办，绝对公平。针对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公务员被霸凌轻生案，成立调查委员会，请公职。针对劳动部霸凌案，立法院庭事委员会日前提出2案，包括前部长何培山也甲谢依荣应该接受严厉谴责，并移送监察院甲检调。另外一案是成立调查委员会，若被党团最后以人数优势通过，列入院会议程。记者综合报道。出社会做大人，你所有的言行举止，拢爱为家己来负责任。屏东荣总病院有一名急诊室医生呢，可能是这性别认同问题，说互当事技师出现着伤害家己的行为，目前正在加护病房。家属也指控讲，这就是工课场的霸凌。不过病院却表示讲，性别优先的认知不足，这部分应会进行改善。目前县政府已经介入了检。更正性别友善厕所的标志。推动友善环境，屏东荣总有设性别友善便所等设备。一位院内的护理师、技师因为性别认同的问题，受到同事甲主管的歧视，出现伤害家己的行为，送病院急救，目前搁伫加护病房。家属指控是工课场的霸凌。管理阶层可以来明确的厘清事实，让整个事发到底是怎样的过程。那到底有牵扯到怎样的人事物，都可以很明确的有一个很准确的说明，不要让家属觉得就是不明。家属向民意代表陈情，希望病院全力救人，也查明细节。病院回应讲，初步调查是工课场性别优先无够，无算霸凌。屏东县府也伫顶礼拜日前往落检，要求牵连到性别平等的这案，伫7日内底启动调查，若违规特别罚。这不是一个职场霸凌的事件。可能是跟性别友善不足的认知有关。根据相关的法令，也就是职业卫生安全法这个的规范持续的改善。推动性别优先，专家认为讲，干那设备到位是无够，上基本应该是培养性别尊重的观念。现在其实很多公部门也在做这样子的训练，就希望工作伙伴可以更了解。性别多元的存在，上层者的性别意识是重要的，然后才比较有机会更积极的去推动这件事情。学者也建议同事之间开讲表达关心，讲话要有准则，尊重每一个员工对家己性别的选择，也会当尽量使用中性的语言，唔通拢用异性恋的角度来讲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共款的问题是一再发生。今早起呢，伫咧国道2号大南的路段，有一台拖帮车载这钢条，可能是无绑好势，落落来，煞去撼到对向的货车，害人并车，搁再去影响到一台轿车，有2名驾驶受伤。那这拖帮车的司机呢，煞是车驶就绕跑去啊。讲到这台轿车是弄假真严重，警方和高工局赶紧派人把这钢条清走，因为这拖帮车呢有4支的钢条落落来，其中3支去撼到对向的货车，害人并车。后壁一台轿车被副闪着弄起哩，害人发生车祸。这个拖帮车和驾驶人就已经走去，目前警方也当咧调查。定来听人讲，这歹路唔通行，浪子爱回头。来看这宜兰警方掌握到德联邦风云会宜兰分会，因会去招一寡未成年囡仔来做暴力的讨笑。目前已经抓到28人，而且因分会是伫咧这劳动的据点呢，也互查出讲是违规打铁柱，地主也已经找厂商把这铁柱拆掉。配合小组也请2人一组进入一间洗车场，并且伫后壁的铁厝内底抓到违法的分子。因为警方掌握到这个洗车场后壁是德联邦风云会宜兰分会伫劳动地区的档口，内部除了有交警、分会成员，佮会压人到遮，报着讨债。
警方3届行动，已经掠到28名分会成员，以4代男性带头，全部按照涉嫌组织犯罪条例上班。经过调查，这个分会大量招疑难、未成年的佚佗囡仔组成棒球队，伫地方做阿爸，抱着挑债手法有关9人仔，甲镜头口、喙等等。警方查到这个分会伫罗东的档口是铁厝的违法建筑，以第三方警政的策略，甲因报车管府建设处处理。因为本案属于危害公共安全治安案件，所以我们就原本定于今天要来进行强制拆除。是。那到现场，因为发现违建人已经自行先办理拆除。县政府警察局查获上述案件之后我们进一步来报请我们的县政府。来拆除这个依附为生的堂口帮派的违建管府清查了后，认定这个铁厝伫罗东的治水防灾都市计划保护区内底有800平米铁厝范围，无符合土地使用的管制规定，要求地主30天内保证改善。地主未改善，所以通知2日，佮唔拆除完成，会派机具强拆掉。管府联合警方到现场确认拆除的进度，目前地主家己拆除的作业已经大概完成，干那剩建筑的废弃物要处理。管府表示会要求因赶紧清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彰化八卦山又有人伫遮乱倒废弃物啦。这花旦乡有2个村是伫咧较山区、较压贴的，这产业道路呢，拢向倒真侪废弃物。环保局强调讲，会含警方做伙来追查，也会争取环境部的补助，来装这 AI 电子围篱仔系统，改善山区防乱倒废弃物的情形。规个马桶倒伫路边，也阁有太路红毛土架，甲油漆嘛，互人乌白等。彰化县花旦乡八卦山区，互人乌白倒建筑甲装潢废弃物。当地村长表示，这个所在是彰化139县道边仔的产业道路，因为地点较压角，而且无监视器，不法人士拢是半暝开小型货车来倒的。这个歹倒2届啦，这个算用小台车来倒，大台呢大台举头啊唔敢举，落个下啊拢即摆来倒落去，即摆来。要清就奖金。村长讲，当地乌白道毋是头一届，真济乌白道的所在有3位，其中一个是本来要做险车使用的。另外，隔壁盐石村大岭巷的步道拢出现真济废弃物。八卦山若亲像不发业者落园。彰化县环保局表示，今年伫八卦山已经查到25件偷盗事件，其中10件有掠到行为人，拢依法开发，并要求清理恢复原状。后续会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追查，并加强山区的巡逻。到的那地方，在派出所那边就有加强巡逻，然后去针对周边那个监视区调。环境部那边有一个计划，就是它可以架设那个 AI 电子围篱系统，追踪有载废弃物的车辆。环保局讲，会甲环境部争取补助，装设 AI 电子围篱系统，互犯案的车无法度走险，彻底解决八卦山偷盗粪扫的问题。部分案件目前等等待司法的调查，完成了后，就会要求行为人也是管理单位赶紧清运。记者综合报道。那阵观众朋友在直接运的时阵，碰到问题会安怎来通报呢？对于顶年开始呢，这台北捷运公司有推出 AI 智慧客服，对这车厢内面的温度，啊，搁这车道凉水，甚至是紧急状况，拢会当来通报。不过实行到单用来通报紧急状况的，一个月却是无到10件。和捷运警察到现场处理案件，一个月上无有50件来比，是差真多。这个 AI 系统的功能也引起大家注意。查甫人雄雄失去控制，用来拍车门，一直行来行去真不安。喙阁细细念，这个穿乌衫旅客情绪无稳定，阁雄雄甲门站几落下。站顶保全拢来啊！代志是伫2日早起7点外发生的。查某人坐淡水信义线，伫列车行的时阵出现奇怪行为。北捷回应无影响营运，嘛提醒若是行为有妨碍行车安全的记录，阁口劝唔听，会当依照代捷法罚上悬7500块。我知道有一个那个按铃的那个按钮，旁边那个紧急按钮按下去就应该就可以跟那个站务或是车长通话。台北捷运发生突发事件，大部分的人甲即届同款，拢靠对讲机通报。其实自年11月开始，台北捷运就推出 AI 智慧客服，不过伊实际的作用，未少乘客无清楚。不知道要干什么？客诉吗？接客诉吗？给
乘客一些比较立即的反馈吧。为空调温度、饮料车倒去，也是紧急的事件，拢会当用这套系统随通报台北捷运。官方表示，每个月有11万人使用。成果看起来是真济，啊，毋过主要拢伫问物件拍无去，反映经济状况是敢若占个位数，甚至线顶的通报问一项讲一项，都爱一个一个问才当完成通报，都惊延误到场处理的时间。乘客间行走碰撞纠纷或者这个偷拍性骚扰，可以立即按下捷运车厢旁边的红色紧急通话钮，或者拨打110报案。就连捷运警察嘛讲，若是有突发状况，建议都用对讲机，卖当直接卡110。台北捷运 AI 客服功效互人质疑，颠倒民众发现系统会当解答其他问题，亲像要求写停息，搁较吸引网友做伙测试。台北捷运回应爱民众自律，卖乱用公共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反寡妇的 Trump 会当当选特别检察长史密斯，交司法部被起诉在为总统政策撤销2项对伊的控诉。另外 ，Trump 继续甲这部一级催案宣布上任了后，会针对墨西哥、加拿大进口所有商品加25%关税，对中国是另外再加10%。美国现任的总统川普预告伫社群媒体发文，呛讲上任的第一天就要对附近的加拿大、墨西哥进口美国商品扣25%的关税。另外一条大文讲要对中国的商品另外加扣10%的关税，幅度是比之前呛的搁较细。不过目前中国的商品进口关税基本上拢是25%起跳。参像电动车一寡特定的商品关税甚至有到100%。中国驻美的大使馆回应讲，无药证或者是关税战拢袂有赢的人。川普伫大文中佮美讲大量的非法移民通过墨西哥甲加拿大迁入来美国，致使毋捌有的犯罪甲芬太尼、鸦片类毒品的问题，佮谴责中国食药素、上路防止国内芬太尼外流拢无照做。因安尼对这3国的关税措施会继续到问题解决为止。中国、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进口商品前3大来源。川普这个举动等于是推翻2029年，甲伫第1年内达成和墨西哥佮有加拿大的贸易协定，这大大影响到加拿大甲墨西哥的出口，美国产业也会受伤，也造成美中贸易进一步恶化，引发通货膨胀、地区不完收、拍乱供应链。消息一出来，美金随起，加拿大甲墨西哥货币佮人民币拢动跌落来。现在川普身躯顶排真侪条官司，也伫当选了后顺利过关。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宣布放弃对川普头一个总统任期结束了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的上诉案。现在川普和指控想要推翻2029年大选结果的案，法官也伫史密斯的要求之下同意撤销。史密斯讲无追究这2案是根据美国司法部无起诉在任总统的当年政策，不过寻求以无损害权利的方式撤销，保留川普下了后重新起诉的可能性。川普团队表示，这是法治的重大胜利。川普伫选前有4个大官司，包含复合肉片名册封口柜、代去改掉商业记录的这案，已经互判有罪。胜选了后，量刑宣判无限期延后。另外，2009年想要使人推翻交伫亚洲的选举结果案，目前有关伫交伫亚洲的法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讲到中国海警船，搁再来扰乱啊，连续2天侵扰到金门水域。今早起8点半时阵呢，这海巡署发现到4只中国海警船接近咱的限制水域，随调4只巡防艇去甲因赶走。中国海警14513，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驶离。对这画面，咱能看到咱的海巡署巡防艇用1对1的方式专程监控，而且用华语、英语甲因广播警告。中国海警船伫咱的巡防艇严密监控之下，在起11点的时阵就驶离开。海巡署表示，这是中国海警船11月第4届侵扰，今年到今已经是来乱54届了。讲到这诈骗的手法是800款，若准去哄骗，家己也是爱负责任的哦。干那最近这3个月呢，哄骗的金额已经有上100亿遐济，就算有报案，也是有8成的钱是讨袂回来的。再去立法院举行公听会，银行公会就表示讲，因是正积极伫咧主动诈骗，但是有的人会甲伊认为讲，会来甲因威胁刁难是真无奈。那电信协会是提醒讲，境外社群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也拢变做是诈骗的管道。就要特别注意。
乌石汽车周围经历做一个包围，原来员警早一步到场，抓到诈骗集团收压榨钱的人。警方继续埋伏，就等面交的共犯。人是抓到啊，毋过互骗的钱敢会当约倒来，佮会当摕倒来偌济，这才是被害者佮较关注的代志。这个是某一个案件的虚拟货币的洗钱的路径，几分钟内就可以做这么复杂的洗钱手法。过来诈骗油源真济，受理的报案数直直增加。最近3个月财损的总金额，逐个月拢有上百亿。有立委也讲，有8成的被害者甲损失讨袂回来，有人批评讲，诈欺犯罪已经变作上新的强盗产业。经过判断以后，认为真的有异常的账户，我们可能就会先设控。好，那设控之后，也会被呛声说没关系啊，你下班小心一点。要有效拍诈骗，立委召开公听会，找来政府机关、各领域的业者参与会议，讨论安怎公私协力杜绝诈骗。不过银行工会讲，防诈骗拢有做，无奈事务的运作，互刁难、互恐吓。电视协会佮甲问题点指向 Line、Meta 等等的企业，每天花了62.8分钟用 Line 进行通话。那么用行动电话一天花了多久时间在行动电话上做通话的服务呢？13分钟。如果境外的服务提供者都不愿意落地，那么如何透过国内的防诈司法要求他们愿意做服务的提供？国内诈骗恶化，对境外社群平台、加密货币交易所，拢是互点名的诈骗管道之一。虽望政府强调讲，拍诈骗司法明年上路了后，就可能会当压制。毋过，敢会当亲像郭文文所讲的同款，佮来看各界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高雄2奈米新厂今仔日举行升旗典礼，这也是台积电伫高雄头一座的晶圆厂。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受到全世界半导体先进制程的需求影响，提出台积电提早半年进基。按算这高雄厂若准会当量产了后，会当含新竹宝山的2奈米厂串联生产全世界上界先进的晶片。外界也认为 Apple 是头一批客户。日落早起，台积电的高雄厂外口正架条挂升旗典礼指示路线的看板，因为台积电甲典礼定义做内部的活动，无要对外公开。不过，这嘛是台积电伫高雄的第一座晶圆厂，嘛请高雄市长陈其迈来。因为全球的半导体的这个先进制程这个晶片的这个需求强劲，提早的半年的时间进基。根据了解，目前台积电在台布局先进制定的部分，包括竹科、宝山的2奈米厂。暗算明年的量产，中科是2奈米以下的先进制定，搁伫咧规划。高雄的2奈米厂暗算量产的时间是明年，到时会当形成南北串联，生产全球技术上先进的晶片。外界预计苹果是第一批客户。最上游乃至于到终端的这个需求，应该会持续的慢慢的扩散当中。而从客户端上面来看的话，当然也就包含了像 Apple、NVIDIA、AMD、联发科这一些的系统以及 IC 设计大厂。对先进制定的晶片，专家认为讲市场的需求真强，但是市场更较关心讲美国准总统川普上任了后，伫关税和台湾半导体产业敢会产生变化。台积电前董事长刘德音参加颁奖典礼受访讲，没有变化。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利益跟美国半导体产业利益基本上是类似的。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做制造，美国的半导体做设计，才造成今天美国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其实是互补。针对台积电海外布局，对美厂和日厂工程师有啥物差？刘德音讲，拢有家己的优点缺点，每一个所在都开始拢真困难，但只要继续维持技术领先，抓准 AI 机会，台湾的实力会当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府秘书长潘平安今早起陪同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正，还有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计共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去拜会立法院民进党团，拜五会拜会国民党团、民众党团。不过，这国民党的李彦秀伊就批评姚立明呢是有证据的，那民众党团是表示会严格审查被提名人。
这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拜跪牌，在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的陪伴之下，伊拉拜会立法院民进党团争取支持，包含司法院长被提名人郑文晶、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拢参加，现场气氛是真好。在法律的各种议案上合作经验非常多，所以大家都是老朋友，都是旧事了。所以互动起来当然非常的和善。聊得还 OK 吗 ？OK， 谢谢哦。周五有信心吗？会见蓝白党团的时候？应该有信心。针对大法官人事案卡掉的被提名人自告会连续拜会国民党团、民众党团，潘明安透露有信心。吴思瑶指出，真侪被提名人是法界拜头前，也是老朋友，希望11月20日投票表决有好的结果。那被党团虽然表态欢迎拜会，但绝对会心好心软。国民党李干秀都点名姚立明，选前的时阵抹黑攻击在野党。赖清德在竞选的总主委竞选期间是抹黑攻击在野党，现在华丽转身成为大法官，成为司法院的副院长，我想连民进党委员都是看不下去的。针对这一次的大法官的释宪的立场啊，这些新任的大法官，他们如何解读这一次的宪法释宪嘛？哈，那被立委也出题，国会这款修法实宪案加废止立场，拢会是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重点。另外，立法院自力公布审查柯庆瑜人事案。柯庆瑜院长被提名人周鸿宪讲到，这场霸凌案件做出承诺，若得到立宪证明，会赶紧修法保障公务人员。上任后，将立即责成院属相关机关，严厉将职场霸凌相关措施提升到法律位阶。周鸿宪表示，同意增订公务人员保障法的反霸凌条款。将霸凌提悬到法律层级，建立优先的职场环境。科委人事同意权会在12月17进行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委洪新汉去接劳动部长，不过台湾适龄者家庭看护雇主协会是认为，洪新汉伊进前的立场较活移工，可能未去顾虑到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协会也要求讲，着爱查这就业安定基金这30年来，几6000亿到底是用去倒？也呼吁政府停止甲适龄者家庭逐个月收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还我就安基金。雇主协会带适龄者家庭向新任的劳动部长洪新汉发声，针对前部长柯明春和叶康讲，疑似恶意用就业安定基金来办演唱会。协会主张彻查30几年来几千亿基金用去倒，也呼吁对适龄者家庭停扣每个月2000块的就业安定费。今天移工不要做了，他选择逃逸失联。他被抓到了，买的机票钱哪来的？就业安定基金，他跑去安置中心接受安置，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一样就业安定基金。协会也质疑讲，洪新汉立场长期偏心移工，无重视台湾适龄者家庭的照护需求，亲像是家庭看护工，雇主也未得到照护进前，就要付外籍的看护3工的薪水。这款入境一站式的服务，就是洪新汉立委期间所推动的。因为移工团体是认为讲，爱重视移工和雇主或者是中人报销的情形。我是挺劳工，本劳移工我都挺。有一些家事移工，他是受雇于严重失能的弱势雇主，这部分我会邀请卫福部来一起讨论。雇主怎么剥削他？我们的移工的聘雇的成本是新加坡的几乎2倍，从来没有在讲你要怎么履行合约，包括洪申翰。今天已经变成部长了，他们主张移工可以来台湾之后任意更改雇主，雇主在剥削你吗？不是，那你是在诈欺我们吗？第二立委同款呼吁劳动部重视欠工的影响，也有平衡看护甲被照顾者的权益，予适龄者的家庭支持。外籍移工有人权，但是难道台湾的雇主没有人权吗？有自己重症失能者都在那边会哭说，他说他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选择结束生命，他不要去拖累他的家人。移工也有一些基本的条件跟保障，包括福利。我们的长照3.0如何挹注在本劳以及移工的政策上的经费的协助，
啊，那让我们真正失能者、有需求的人可以找得到人来照顾。目前国内失联的移工人数有88000多人，雇主协会除了反对非法的移工就地合法，也建议对用违法劳工的雇主家中人提出处罚，避免其他行业对失能者的家庭抢工。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过后，国内护理人员卡手是真欠。台北营总引进着这护理辅助人员协助临床的工课，半年来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有增加，一那离职率同款有明显的降低。新冠疫情过后，护理人力大规模流行，地区部分病院出现有床无人、逼迫关床的问题。为破解护理人力困境，台北营总试办技术混合照护模式，也就是引进护理辅助人员，俗称护组，协助护理师临床工作，比如倒三工、住院病人冰心，管是这非专业性的照护。想不到半年来，护理人员准时下班的比例增加，离职率也明显降低。我们有实施跟没实施的病房，有实施的病房离职率是有比较低于我们全院的离职率的部分。主要就是照护人力没进来，护理人又不够，但是这个成果是好的，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护理人员，所以护理人员的离职率会降低。因为台湾每年的经济超过龄社会加上少子化影响，工作人口每年下降，各产业都面临欠工的问题。依家呼吁政府应开放互病院聘雇外籍护组，分摊病房护理师的工作压力。我们是不是要引进外籍的护佐？但是绝对不能占到我们的护理师的人力，因为不能影响到你们，但是要分担你们。慢性病床跟这个长照机构，那么可以聘请这个外籍移工来协助这个照顾生活照顾的部分。医院的急性病床是没有在这个里面。健保署长周东良强调，会甲劳动部进行跨部会研究，是不是开放病院聘雇外籍护组。另外，今年8月开始也推动住院整合照护服务试办计划，也就是真侪住院病人共同请一个看护，唔但减轻家属的负担，也减轻护理人员工作负担。目前已经有109间病院参加，应提供5000个床位。记者综合报道。第14届市生命杯国际少棒赛伫中华举办，今仔日是同尾工。这桃园的孤山国小以11-7的分数摕到冠军，完成2连败挑战。那亚军是头一摆参加比赛韩国少年少棒队。市生命棒球发展协会表示，透过比赛和学生选手甲国际交流，这是真好的经验。来自桃园的孤山国小少棒队对战韩国少年队，要来拼第12届市生命少棒杯的冠军。孤山少棒队的总教练表示，今年有不少实力坚强的球队参加，一路拍入冠军赛真无简单。这届外国队的实力有哪比咱较好一寡，因为因的组队方式跟咱无同款，会员拢俱乐部的，还是讲做侪项组起来，甲因拍无遐简单拍。棒球就是大家合作嘛，只有合作才可以拿到冠军，这样。最后，孤山国小以11-7的分数摕冠军，完成2连败挑战。头摆参加市生命少棒杯的少年队就讲，台湾球队的基本功夫真在，是真值得尊敬的对手。대만 아이들은 기본기가 너무 잘 돼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뭐 아이들이 작다고 뭐 힘이 없는 것도 아니고 기본기가 너무 잘 돼 있어서 사실 경기 하나하나 할 때마다 좀 힘든 경기였습니다. 애들끼리 좀 단합 열심히 해가지고 결승 온 것 같고 한국은 추운데 약간 애들이 더운 것 같은데도 열심히 해서 결승 온 것 같습니다. 市生命棒球发展协会表示，办比赛最主要就是要让学生选手累积经验、甲国际交流，但是要杀青少棒的活动，找经费是上大挑战。基层的棒球这块，你也要培养好的人才，吼，包括小朋友，你要互伊会当拍个职棒啊，各方面来讲，那这个资金是上大的问题嘛，赞助金是上大的问题。即阵台湾棒球摕到世界冠军，棒球正做大家讨论的话题。主办单位嘛，希望有搁较侪人做伙来关心台湾基层棒球的发展，互介意运动的囡仔有发挥的舞台。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
德甲这几年互看作是绿金产业，其中这高雄镇内面积超过1.4万公顷。不过，这德甲地面性需求是愈来愈低，地区电缆老化严重。最近，这高雄市的农业局正在推出用机械草德甲，除了来德甲呢，也会当搁再利用创造新的价值。竹仔放入去破喙机，连面就要加喙做成糊。用机械炒竹仔的速度，确实有影比人工要搁较紧。这个家族郑德顺种到第3代罗定南，伊表示过去农民会固定炒竹仔翻新，不过这几年农村人口哪来哪少，真侪竹仔有几若10年拢无翻新，竹仔的健康状况嘛哪来哪歹。状况较歹的部分，我会甲伊拍成糊，拍成糊了就作为水土保持的一寡涂料，土壤啦会使保持会掉，较袂拄着大雨就流失去。根据统计，高雄市竹仔面积有超过1.4万公顷，不过竹仔老化会影响减碳的效果。高雄是全国头一个推出用机械炒竹仔的示范计划，保留生1年的母竹，让竹仔会当重新成长，加强碳排的能力。竹哥会当完整保留落来，让在地社区协会发挥创意，做成各种民生用品甲艺术品。竹仔即摆使用率就较无遐悬，利用竹仔要搁互伊再利用，无伊加的变腐嘛是无去做无采，所以我感觉竹仔要做是会使，只是讲爱有一寡技术者来甲咱指导，做一寡。咱毋免讲做甲足精密的物件，利用迄个竹仔，搁来做讲咱所有需要的物件。运用机械取代人工，互竹仔再生，毋但提升生态环境的效益，结合地方创新，嘛重新找到竹仔的经济价值。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咱人食肉若食准，讲食到120岁，还阁会当拍走，这才是上界幸福的。讲到这老大人年岁一个大骨头，若准含烧，金肉量减少，就会增加这跋倒风险。各机关伫社区针对老大人有开营养班，会定期体检老大人的身体，搁再安排这运动加食食的课程，要互大家老大人会当食饱治。社区的老大人配合教练的指示来使用重量的训练设备，为了要减少老人因为啤酒症甲骨伤产生的意外，各机关专门替老人开办课程，毋但教因运动训练，搁甲食食营养。感觉加较轻松，较袂遐忝，嘛较有力，心情嘛较好。来的对象拢是一寡骨质疏松甲咱的肌少症的一寡民众咱透过这个大的重量来去刺激因的迄个神经咱的肌肉甲咱的骨骼，互伊较勇行。骨质疏松甲肌少症会互适大平常的生活甲活动增加风险。各机关今年的骨质甲筋膜体检当中，都发现有8000多人可能有这款风险，所以伫16个乡镇市卫生所举办课程，或是大培养自我保健的观念。骨松的一个筛检以后，我们总共筛了1万多人那但是有高风险的个案还是有达到8000多人。那我们有一些转介是医院，那有一些当然就卫生所来收案。因就是拢一个人大，还是讲2个人咧煮嘛，较无好煮，要款食嘛无好款。因可能就简单食一寡配的物件，就是一寡酱料、罐头类的，迄就较无健康。这个食食的问题，我嘛会伫咧课程当中甲伊讲。卫生局表示，家己县老人人口比例超过22%，已经是超高龄社会。配合社区开运动营养的课程，要让家己县长退休的长辈会当提升骨头的健康甲生活品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建成400年的活动是办真济，不过即马年底特别结束啊。不过明年又搁要来迎接到府城建成300年的活动，究竟这台南是400年或者是300年呢？定定互民众是补加花高高补洒洒。台南市文化局表示讲，这台南400透过展演传达台南文化的多元面貌，含这府城建成300的活动未征服到。以台南府城古今高感，经过400年的时间，展现古都台南历史的水。2014年是荷兰人伫安平区捷兰家堡建成开始算的400年，所以台南市府今年以台南400做真济活动的主题。不过2014年就要结束啊，即马佮传讲明年有府城300年的相关活动，嘛互民众分袂清楚。
不必要在短时间内搞一个重叠东西吧。我第一次听到府城300，我瞬间会感觉怎么倒退100年。民众对台南社闹为400年倒求100年三无涨，毛民代质疑台南400用1年时间来办，佮开超过11亿，煞无清楚印象。市府表示，台南400是以台南、台湾做中心的海洋史馆，展现台南多元文化甲发展。另外，嘛开超过5亿，征收古迹进行文字修复的工课，为台南甲重要的历史现场甲见证留落来。咱办的有啥物留伫台南市？我建议讲办一个新颖200，哦，用我钱来建设阮所在，啊无开舞咧，通拢无伊啊。整个府城300的预算，其实对于整个台南400，其实只有1/10不到的预算规模。那代表说，他想要把这个题目推出来，更有效率的执行这些预算，相当于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就像台湾灯会、台湾文博会来展现台湾与世界的关系，那也展现台南多元的文化与发展。另外，针对府社建社300，市府强调讲是透过清代城墙营造的历史，探讨城市治理的议题，来看府社甲大台南的关系，呈现城市文理和历史空间的特色。这两个活动无共款，无相同的问题。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那做较旧的建筑物拢会使用石砾岛帮石棉这款的建材，不过石棉这款物件是会致癌的。各县市也拢配合中央，那阵清除这石砾岛帮就补助。不过民众是认为讲物件要个好势好势，无必要去甲拆掉登记。那准备拆是加开钱的，甚至这建筑物有产权的问题，地属民众意愿无悬，当然无意愿，效果也真有限。去伫咧田地头前的工寮，是过去农民为着方便放杂货，也是做是家私所起的仓库。大多数拢是用石棉线做厝顶的建材。为着要减少石棉致癌危害，中央积极推动石棉处理费补助，也毋过有一寡民众意愿无悬。嘛无啊，安怎讲？啊，都废弃啊！算目前会当用就好呀。系啊。哦，大家拢安怎想？啊，像我这都密密麻麻。我嘛无爱去遐顶担。根据统计，婚姻馆有25000栋建筑厝顶是用石棉建材，也县府针对客家、田业工程也是农业设施，拢有石棉清运补助。大多数拒绝拆除的民众是认为厝已经是旧搁后，或者是石棉线也未歹去，搁会当使用，才无愿意拆除，因为搁要另外开钱装新呢。所以民众可能会因为本身在拆除的一个费用，或者是说目前对于旧的房子的一个改建或怎样没有规划，所以不愿意来提出做一个申请。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或许后续的话，在中央的部分可以考量，是不是可以来编列相关的预算来做一个协助，可以提供民众提高他们的一个申请补助的一个意愿。婚姻馆环保局表示，石棉废弃物清除处理费真悬，县府今年向环境部争取4450万的补助，接受290件申请，预计清除650栋的石棉废弃物。明年度会继续争取经费，提供有需求的民众来申请，减少对环境的危害。记者综合报道。有人甲叫做是英国历史上上届伟大摇滚乐团 Beatles， 最近有新的纪录片出现啊！这影片内面是初去到美国造成轰动的画面，这个画面呢是头一届见光，邀请大家做伙来怀念。You like about the Beatles? 1964年2月初9，披头士是第一摆伫美国登台演出，小音响甲真厉害的歌迷是足因的车，甲华盛顿露天体育场客甲满满。这场景即马伫新推出的纪录片内面，第一摆互大家知，出现这个作品的奥斯卡大导演马丁·史科西斯印象阁真深。I remember it vividly. For me, it's kind of it's really interesting for the audience, the younger people, to see this and understand that there was no British music scene before that. 披头士伫1960年伫英国的利物浦成军，伊当阵无人想到这4个查某囡仔，可有激情色彩的创作专辑，伫英国水称红，甚至阁超过英国，甲美国流行音乐市场嘛收落来。When we came, it was quite shortly after Kennedy had been assassinated. Maybe America needed something like the Beatles to be lifted out of sorrow. 披头士创作要角之一的保罗·麦卡尼伫片内面讲，因为去掠着少年人爱讲的词，可能就是传了红调的关键。We'd written the song "She Loves You,"
in the next room, and my dad was in the other room. So he came in to play it to him first time. She loves you, yeah, yeah, yeah. And he's going. And at the end of it, he said, boys, he said, it's very nice, but couldn't you sing She Loves You? Yes, yes, yes. He said, there's enough of these Americanisms around. 披头士虽然在1970年代解散，开始行家己的路，后壁约翰南农在1980年，互人开唱单时，乔治哈里森在2001年的11月，因为肺癌过身，敢若剩保罗麦卡尼和林哥史达，即嘛嘛是继续在乐坛打拼。经过超过半世纪，因当初时去到美国，结果变作全球的大名星，因的音乐嘛继续开发未来音乐人。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讲到明仔载呢，这大陆冷气团要落南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天气会变较冷，那其他所在呢早暗是温度差真大，东部和东南部的所在呢会落寡雨。讲到明仔载天气特别变寒，叶仔就要赶紧摕出来抹。明仔载温度就听嘉豪讲互恁听。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5度到2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6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3度；澎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天气变凉冷，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也感谢您今日收看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